中九龍幹線係一條連接東西九龍嘅幹道，幹線總長度4.7公里，約有3.9公里為行車隧道。第一段隧道由西九龍填海區嘅海泓道開始，經渡船街進入甘肅街及上海街，全長約400米，以明挖回填方法建造。我哋會採用由上至下嘅方法，分階段建造隧道。我哋首先會建造隔牆，再裝置臨時交通平台，以維持地面嘅行人及車輛交通，並進行路面下西行隧道嘅開挖工程。我哋會先建造隧道頂層結構板，以進行其後嘅隧道工程。雙型隧道完成後，將回填至地面及回復路面原貌。東行隧道會以大致相同嘅方法建造。興建隧道期間，將因應工程需要而實施一啲臨時交通措施。呢啲措施包括臨時封閉一啲路段、進行交通改道等。我哋會妥善策劃、設計及實施臨時交通措施，以減少對車輛及行人造成嘅影響。第二段隧道由上海街開始，經彌敦道、京士柏、何文田至馬頭圍，全長約2.76公里。呢一段嘅隧道距離地面約30至140米，滲入堅固嘅岩石層，所以會以鑽爆方式建造。由於隧道與樓宇地基有相當嘅距離，因此施工對完善樓宇嘅結構安全及日常使用將不會構成影響。建造鑽爆隧道，首先喺隧道前方灌漿，以加固石層及減少地下水流入，然後喺隧道前嘅石層鑽孔，以安裝炸藥及接駁雷管，然後引爆石層內嘅炸藥，再移除隧道內嘅碎石，最後鞏固隧道，準備下一次引爆。事實上，鑽爆方法喺香港已經使用超過40年，喺世界各地亦普遍採用，說明喺石層以鑽爆嘅方法興建隧道效果理想。喺鑽爆隧道嘅東面係一條長約140米嘅明挖回填隧道，喺現有嘅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建造。建造方法大致與油麻地甘肅街段相同。公共運輸交匯處會喺施工期間臨時搬遷至附近嘅空地。喺工程完成後，交匯處會喺原址重置。我哋會緊接喺明挖回填隧道嘅東面建造一條經過九龍灣海床、長約370米嘅海底隧道，以連接啟德發展區。工程會以臨時填海配合明挖回填方法進行。我哋會先喺九龍灣海域附近啟德發展區進行第一階段工程，建造長約180米嘅隧道。工程包括先進行臨時填海，以形成施工平台。我哋會沿隧道走線建造連續隔牆，形成圍堰。挖掘工程會喺圍堰內進行。喺挖掘完成後，我哋會建造隧道嘅結構。喺隧道建成後，我哋會移除臨時填海，並回復海床原來嘅狀態。第二階段嘅工程會喺鄰近九龍城碼頭嘅九龍灣海域建造長約190米嘅隧道。建造方法大致同第一階段相同。喺工程進行期間，九龍城碼頭嘅渡輪服務會維持正常。為配合臨時填海工程，位於隧道走線上方嘅馬頭角公眾碼頭需要拆卸，並喺景雲街休閒小徑臨時重置。臨時碼頭會同景雲街同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有適當嘅連接，方便市民。中九龍幹線嘅隧道工程會產生大量拆建物料。呢啲拆建物料會經5個車輛出入口運送至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及堆填區，其中2個出入口位於油麻地，而何文田、馬頭角及啟德則各有1個出入口。各出入口嘅運送路線主要使用主幹道。我哋將減低工程車輛對交通及居民嘅影響，亦會盡量避免工程車喺繁忙時間進出工地。同時，我哋會喺施工期間採取有效措施，盡量減少工程造成嘅滋擾。其中包括實施噪音緩解措施，例如採用低噪音機械設備，為部分高噪音嘅機械裝設隔音罩，設置臨時流動隔音屏障等。喺空氣質素方面，我哋會採取有效措施，以減少工程產生嘅塵埃，包括喺運料路上灑水，喺工地出口設置車輪及車身清洗設施，以帆布覆蓋喺工地堆存嘅物料等。我哋會要求承建商妥善管理工地及注重工地清潔。有關嘅措施包括保持工地周圍嘅建築物嘅出入口暢通，
避免並及時清除工地內嘅積水，定期檢查工地嘅清潔情況及定期清潔受工程影響嘅道路。東九龍幹線快捷穿梭九龍東西，加強社區交通聯繫。